15億播放，把26歲趙露思同39歲陳偉霆推上熱搜第一，年齡爭13歲嘅情侶，卻讓全網黑到失眠。貓眼顯示，許我耀眼開播10日，彈幕量破2000萬，7成喜立好賠。趙露思演嘅許賢唔係小白兔，開局就利用男主擋槍，反手仲把閨蜜送進警察局。陳偉霆演嘅沈浩係富二代，卻得靠女主救命。霸總外殼包住落魄內核，反差有咗，戲就活咗。娛樂圈嘅玄學，總喺你以為一切都被算法同埋流量呃得死死嘅嗰一刻，突然俾你嚟一記背刺。趙露思同陳偉霆年齡爭13歲，論之前嘅路人緣同埋期待值，壓根兒冇贏面。全靠把觀眾嘅認知拉扯到崩潰邊緣，順手點燃嗰點藏喺心底嘅八卦雲，許我耀眼嘅爆火，幾乎成咗今年娛樂圈最戲劇性嘅事件。佢冇提前預告，冇主演配合炒作，亦都冇同行嘅聲援宣傳，卻喺開播當日直接衝上熱搜。短視頻話題播放量迅速突破幾十億，咁樣一部帶住神秘色彩嘅劇集，靠觀眾嘅熱情與口碑，喺沉默中意外出圈。呢個戲上線之前，圈裏圈外都喺度等住睇熱鬧。有人話呢一對祖 CP 好似極咗當年楊湖同雷佳音姐弟戀翻車呢一檔子笑話，可真等劇播出嚟，結果全網評論區畫風變咗，一片真香。數據平台熱度榜一夜爬頂，連豆瓣路人都用腳投票，手寫彈幕裏邊全係居然好黑，意外帶感。咁氣勢同當年楊紫鄧倫香蜜突然爆開嘅既視感一模一樣。有人話呢一個內容即宣發，但係深扒背後邏輯其實係女主設定、演員狀態同埋導演審美三線合流，直接越過咗粉圈同埋黑子嘅天然壁壘，咔咔兩刀砍掉咗所有觀眾謹慎投資情感嘅友誼。許賢呢個角色唔能夠話係今年最炸嘅女主，但係一定係最有反差感㗎。趙露思新上線，調感全開，造型精緻到連髮絲走向都能夠上熱搜。職場、豪門、甜妹、狠女切換自如，直接把時尚週報拍進咗偶像劇。網友甚至玩梗許賢呢啲髮型師，圈外報價應該能夠上小紅書熱搜 Top3。但真讓人服氣嘅係佢喺戲裏各種明槍暗箭下嘅細節，表演悶聲逼氣做人情，對男主家長虛假謙遜，喺同齡人面前收斂鋒芒，暗地裏操盤現實，全靠智商大飛。陳偉霆穩到唔得，氣質同埋狀態都好似被時光機鎖定，同趙露思嘅靈動一撞，嗰叫一個反差甜。身高差、性格差、審美差，合體就係現代偶像劇嘅土味版。本嚟以為趙露思呢啲年風平起伏，演技只能夠算有進步空間，結果一場青春回憶殺，居然讓觀眾集體破防。佢嗰場同原生家庭對抗嘅戲，唔係靠標類拆存在感，而係用極細嘅表情管理，情緒遞進，把委屈、憤怒、祈求藏喺一瞬間，連職場老油條都被戳到淚點。呢一個先至係真正意義上嘅演技翻身仗。比起嗰啲靠倒做劇情強行洗白嘅流量花，趙露思呢一回算係攞穩咗路人緣。往常嘅劇集宣傳係另一番景象。主演們提前半個月開始放花絮，開播當日社交平台嘅文案互轉鋪天蓋地，就連化妝師助理亦都要參與聲勢造勢。而呢一次許我耀眼顯得格外冷清，雖然預約人數早已經突破400萬，但係平台連定檔海報都未提前發布。趙露思嘅賬號冇提過，陳偉霆更加係安靜得好似未曾參與其中。呢一部劇能夠順利播出，本身就係一場變數。趙露思同前經紀公司關係鬧僵，團隊解散。作品播出多次受阻，從暑期檔一路拖到9月，甚至一度傳出無望播出嘅消息。有傳言話佢本人亦都係刷到更新提醒先至得知開播，始終被蒙喺鼓裏邊。令人意外嘅係，咁一部缺乏資源支持嘅作品，卻憑觀眾嘅自來水喺競爭激烈嘅檔期突圍。開播1個鐘，騰訊熱度破2萬，壓過幾部大製作，穩坐飆升榜首。
劇中趙露思飾演嘅許賢，從小鎮姑娘到偽裝成名媛嘅轉變，背後係被家庭拋棄後嘅孤勇同堅持。佢把角色嘅脆弱同堅韌演繹得讓人心口一緊。唔少觀眾感嘆，趙露思似乎喺度用角色替自己發聲。現實中，佢咁喺直播裏面直言被公司強迫做不願做嘅事，咁註銷擁有3000萬粉絲嘅賬號，稱要遠離污水坑，甚至講過自己曾被關喺飯店接受所謂嘅驅魔。劇裏邊嘅許賢亦都同樣咁撕破名利場嘅虛偽外衣，用實力反擊輕視。呢一種戲裏戲外嘅呼應，更讓人對佢心生憐惜同欽佩。然而最耐人尋味嘅係娛樂圈嘅沉默。趙露思以往嘅新劇總有明星朋友幫手轉發宣傳，而呢一次無論係合作過嘅搭檔，定係私下關係密切嘅同仁，幾乎全都失聯。究竟係擔心得罪佢嘅前經紀公司，定係唔願意冒險雪中送炭？冇人能夠講得清。但呢一種冷漠，比任何公開評價更刺眼。許愛耀眼嘅成績已經說明，觀眾睇重嘅唔係人脈與資源，而係作品與演技。明星真正嘅底氣，亦都唔係邊個願意幫襯，而係自身嘅實力與勇氣。呢個圈子裏面最唔缺嘅就係靚臉蛋，真正稀罕嘅係嗰份經得起路人檢驗嘅品格底色。當人設崩塌成為流量明星嘅常態，95之後小花趙露思卻用最本真嘅姿態刺破咗娛樂圈嘅泡沫粉絲口中嗰個人間小太陽，正喺度刷新大眾對頂級流量嘅認知標準。橫店片場傳嚟嘅一段插曲，俾全網沸騰。拍攝豬臉肉幕水下戲份嘅時候，趙露思裸眼潛水遭遇礁石撞擊，腿部撕裂，傷滲住血絲，佢卻堅持完成全部鏡頭先至處理傷口。輿論場瞬間分裂，有人心疼佢太拼，有人誤解佢較真，但係明眼人都懂，呢個姑娘係將敬業二字刻進咗骨子裏。喺顏值即正義嘅名利場，能夠沉下心打磨作品嘅實屬鳳毛麟角。武打戲份親自上陣，威亞勒出淤青亦都默不作聲。場記本上佢嘅出勤紀錄永遠傳勤，更難得嘅係呢一個被稱作橫店勞模嘅姑娘，連俾群演遞水呢一種小事都記得清清楚楚。呢一種不摻假嘅踏實，喺鎂光燈照唔到嘅角落閃住光。鏡頭外嘅溫暖故事更加令人動容。佢屋企嘅流浪動物收容所堪稱微型動物園，從瑟瑟發抖嘅落水狗到瘸腿嘅垂耳兔，都係佢一個個從街頭救返嘅。某次暴雨天，佢毫不猶豫用萬民嘅外套裹住一隻喳喳聲嘅流浪貓。保潔阿姨回憶話，個姑娘淋得比貓仲濕。當被問及點解咁，佢眼睛彎成月牙，佢哋嘅世界好細，我只係想俾個避風港。時間係最好嘅試金石。當浮華嘅流量遊戲終將退潮，趙露思嘅故事就好似暗夜裏面嘅燈塔，照見呢個行業最珍貴嘅本色。所謂長紅，不過係人品喺歲月裏面嘅自然沉澱。